由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舉辦嘅商業新聞獎，喺今年咧嚟到第9屆啦。咁啊，今年呢，我哋嘅作品係超過600份嘅參賽作品，咁啊破晒咧歷嚟之冠嚇。咁啊可以睇到咧業界同埋咧最重要就係各位記者朋友對於呢一個專業獎項嘅認同同埋支持。由我哋傳播學院主辦嘅年度盛事，唔單止係表揚新聞從業員嘅努力同埋專業精神，佢哋嘅優秀作品更加係推動社會進步嘅一個積極力量嚟嘅。喺呢個流量至上嘅年代，點擊量絕對唔應該成為新聞價值嘅指標。只有嗰啲深入嘅調查、觸動心靈嘅平凡故事，推動制度優化嘅監督報導，先至係新聞價值嘅所在。新聞處好榮幸可以再次參與大會嘅評審工作。恒生大學商業新聞獎係備受新聞界嘅同業肯定同埋推崇嘅，而喺競爭不斷提高之下，各位脫穎而出嘅得獎者更加係難能可貴，實至名歸。首先，我哋想多謝恒大傳播學院同埋即係評審嘅肯定啦，證明咗話唔同機構或者唔同規模嘅媒體都有能力去做到一啲專業甚至係有意義嘅報導。傳媒無論喺經濟嘅順境抑或逆境，都係處於寒冬嘅。雖然我相信呢個獎項都唔會令到我可以飛黃騰達嘅，但係佢即係佢係對於傳媒工作嘅一個肯定同埋鼓勵啦。咁啊，希望業界同樣都可以繼續努力嘅。其實我好相信有一句説話咧，就係一日唔死都有新聞。希望藉住呢個獎勉勵我自己，勉勵大家，還在努力就是一種力量。各位嘅新聞從業人員，你哋優秀嘅作品呢，唔單止係記錄咗時代嘅變化，更加係為公眾咧提供咗咧寶貴嘅資訊同埋洞察。期待咧我哋未來咧可以見證更加多精彩嘅商業新聞。翻自己母校啦，拎翻呢個商業新聞獎都係一種無疑係一種激勵嚟嘅，同埋都別具意義啦。都可以話固然係我哋即係團隊嘅努力啦，但係都有一部分係來自學院嘅一個支持啦，同埋佢當年嘅栽培。